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章第8节到20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8节到20节，咱的版本和合本伫圣经的264页，其他咱开始看经无。总是当时恁毋捌上帝，做遐个生前毋是上帝的奴仆。若是当已经捌上帝，较好就讲互上帝所捌，怎样倒转搁往遐个软正空空的小学，因爱搁中在做因的奴仆的啊！恁伫守日月节年，行了我所为着恁着无爱的空空。兄弟啊，我求恁着亲像我，因为我嘛亲像恁。恁袂捌开启我，恁知我头一摆传福音互恁，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迄碟为着我的肉体，恁有受刺，犹阁无看轻，也无野善，是接纳我，亲像上帝的天使，也亲像基督耶稣一样。恁当时所欢喜的福气伫倒落，因为我干净恁，设使会做得。恁就乌恁的目睭，互我。当我用真实甲恁讲，是正做恁的屈仇吗？因甲恁亲热，毋是好意，是爱嫁长恁，互恁甲因亲热，独独伫好事来常常互人甲恁亲热的时好。毋若我甲恁伫地的时就安尼，我的细囝。我为恁阁受生产的艰苦，到基督的形状正伫恁的心。我爱即碟甲恁伫地来换我的声，因为我为着恁张图。以上，即是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陪伴甲关怀，陪伴甲关怀。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伫你的面前，我阁一届恳求你的信心亲身来引带阮。互阮会当领受到对你遐来真实的话语，互会当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上帝，你亲身来看顾。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今年头前，我这边拢是用着加拉太书来甲大家来做分享。伫顶一摆，特别用加拉太书第3章，咱会当透过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用心，伫迄个所在，保罗咧讲上帝应允甲恩典，特别伊用旧约到新约，透过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互咱了解咱所信的是真的。因为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互世上的万族万民，拢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福气，但是律法伊的目的，毋是要限制咱。律法的目的是要协助咱，会当明白咱家己的罪，以及互咱会当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而且伫第3章内面，保罗咧说明的是，耶稣基督是实现上帝应允，互咱会当看到的。所以，咱今仔日对第4章若开始看，咱会当知影保罗搁一届咧说明，是要互咱更较清楚了解，咱每一个人拢是会当领受恩典的人。每一届我若咧看周报的时阵，对周报的第3页，我就看到记录着今年接受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礼的人数的时阵。我的心中拢有满满的喜乐，因为毋那是上帝呼召因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尔。是这个欢喜以外，更较献上感谢，因为要接受圣灵洗礼的人，一定是有人向因传福音；要接受坚信的人，一定是有人陪伴因。互因会当伫正人的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所以看到这的数字，
我就想到遮兄弟姊妹因的面，我嘛想到伫因背后有一群人咧陪伴因，伫因的人生的道路顶面，甲因做伙行，关心因，直到因才互得真实去领受到、经验到上帝的疼，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接受到上帝的应允。所以每一届若有圣灵洗礼，也是更新礼，教会拢会安排一个属灵的伙伴来陪伴因。但是咱万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别人的属灵伙伴。这个伙伴毋是干那伫信仰顶面尔，其实是陪伴伊伫生活中，伊若拄着欢喜、快乐，也是艰苦的事的时阵，拢会当甲伊做伙来行。那呢，咱的人生其实是一条线，咱一直咧向前行。我有看到最近一寡文章，也是伫网络顶面看到一句话，常常有一寡人拢讲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无法度搁转去啊！我去了解因的心情，了解因的背景，了后伊的意思是讲，过去有一段时间，因过了真好，无烦无恼，有一个真幸福的时间。但是伫即仔，因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再亲像以前同款，所以一切拢过去啊！听起来回不去，敢若是真消极、真失落、真忧愁、真失志。但是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保罗甲咱讲的是不要回去，毋通转去，是咧提醒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毋通阁回头，嘛无需要回头。伊讲过去恁做奴隶，但是即仔却成做上帝的囝儿啊！恁哪会使阁回头转去做奴隶的生活呢？也毋过咱人总是会找理由，会找借口。咱袂记得上帝恩典其实是有够咱用的。所以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迄个时间，百姓就开始埋怨，因伫旷野的生活比伫埃及搁较辛苦。因想，我伫埃及的时阵，我至少还阁有眠床通好困。我至少伫迄个所在，我会当大喙咧食肉、啉汤，会当享受遮外在物质的生活。所以就开始比较，然后讲，我宁可转去埃及过去迄个奴隶的生活。所以伫今仔的经文内面，保罗是要甲加勒泰教会的信徒讲，恁爱了解家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恁拢是上帝的囝儿。伫过去可能毋捌上帝，也是无完全认捌。但是今仔日，恁已经接受啊，已经熟悉啊，恁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恁哪会当搁讲，我要转去过迄个奴隶的生活，接受迄个奴隶的身份呢？耶稣基督已经将恁对迄个所在透放出来啊，互恁无受到迄个身份的捆绑啊。所以保罗的担心是。伫过去也毋认捌上帝，也毋认捌耶稣，也毋知影信心的引带的迄个时阵，一直到接受成做上帝过去这段日子，伊对加勒泰教会的付出，伊惊拢真做空。不但信徒无伫基督的自由内面去成长，反倒转到过去迄个受捆绑的内面，所以保罗伊的心内真着急，伊认为加拉太信徒已经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相信迄个假先知的信息，袂记得伊家己是属伫上帝囝儿的人，所以咱人每一个人的性命是自由的。伫这个自由的内面，是因为咱属伫上帝，
属伫基督，咱个彼此扶持。所以加拉太信徒伫今仔经文，互咱看见，伊已经走回头去，因无搁认捌上帝，嘛无认捌基督伫因的内面。所以保罗伫即个内面是要提醒咱，当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真实临到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的时阵，咱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再是奴隶，咱每一个人的身份真正拢是上帝的囝儿。这是一个对上帝遐来的应允，而且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咱不再搁受到过去遐传统，比如讲犹太人因为节期律法的限制。犹太人嘛无应该搁咧死守迄个犹太宗教或者礼仪，因为保罗认为这甲得救拢无关系。所以保罗所担心的是，加拉太信徒将过去犹太传统成做得救的必要的条件，因袂记得属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伊惊讲过去伫遐所做福音的工作，拢真做空空。但咱即个时阵，咱拢已经领受到上帝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互咱得到救赎，所以咱来避免咱每一个人亲像加拉太人共款，咱就毋通真做因的迄个行回头路。咱就爱互上帝的话不断咧提醒咱真正的身份，以及咱生存伫即个世界的意义。所以咱爱记得，咱伫基督的内面，基督嘛伫咱的内面。那呢，咱来透过每一天的读经，默想上帝的话，祈祷，互咱真正会当行伫上帝为咱备办的道路顶面。咱则袂记咧讲，咱是上帝囝儿，即个是真实的身份。咱就是接受即个身份，接受是领受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礼物。但是伫经文内面，咱有看到另外一种是要摕，就是要去摕咱无属伫咱应该摕的物件。所以咱成做上帝的囝儿，咱会当真自由去接受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身份。但是努力，伊颠倒是一直要去摕。要去争取迄个自由，因此，咱爱对家己安尼讲，咱爱了解，讲我过去受到即个世上的名声、物质、环境的引诱，直到我陷入伫即个世间顶面的迷乱伫即个所在，受到捆绑，一直想要摕一寡物件，颠倒互要摕的物件受到限制。无真正的自由。伫过去有一段时间，有时啊有人会甲我讲，做基督徒无自由。伊讲礼拜人拢会当去佚佗，我就爱来做礼拜。那呢，咱要安怎来看待这件代志呢？有的人真正四过去游山玩水，也是讲甲人去约去踅街。但是因咧追求的拢是俗世顶面暂时的迄个喜乐，因无得到迄个真正的平安。即马上帝接受咱，接纳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伊的囝儿，佮有信心带伫咱的心内，咱毋免佮四过去憔悴，因为上帝已经主动将即个平安、喜乐放伫咱的头前，咱只要相信。而且接受，伫咱的生命中，咱会当甲上帝结连做伙。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是要提醒咱，讲你已经认捌上帝啊！上帝伫还未认捌你之前，伫你还未认捌伊之前，你还未接受上帝之前，其实上帝就一直伫你的身躯边咧陪伴你。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照着上帝恩典。咱拢会当决定，咱毋通阁行回头的路。过去有可能咱无真清楚，无完全相信，但是咱爱记得，上帝已经互咱成做伊的囝儿，
所以咱要伫咱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去行出上帝所想出予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所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咱会当透过保罗伊真侪的批信内面，看见伊写予逐间教会的即个批信的内容，知影伊咧关心教会中有关神学的问题，也是面对引诱的问题，也是传统礼仪的问题、官兵的问题等等，伊拢咧关心，伊拢咧陪伴教会甲信徒，做伙咧经历人的软弱，以及经历上帝恩典的显现。对去年甲今年，因为小会将我延任落来，互我有更较多机会去学习以及参与伫关怀的事工。特别有兄弟姊妹蒙主恩调的时阵，接到电话，赶到病院。其实我常常伫迄个时阵，我甲文生长老伫迄个所在，我拢会问家己，我要安怎协助遮个家属？我要讲什么款的话，才法度去关怀安慰因？直到有一届，有一位家属甲我讲，当因亲人安息的时阵，其实因心内拢有准备啊，也毋过真正迄个时刻到的时阵，忧伤、艰苦，互因真正毋知影要来安怎面对。所以，即个家属甲我分享讲，当文生长老甲我出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因的心就安心真多，因为伊知有人咧陪伴因，陪伫因的身躯边，因袂阁家己一个去面对即个时间。透过即个家属咧甲我的分享，我知影上帝咧甲我讲，伫迄个时刻的陪伴，是上帝咧使用我，是上帝使用我，互家属会当经验到上帝关怀的疼。保罗伊伫加拉太停留的时间，伊就经验到加拉太人的照顾、关心甲陪伴。咱若对今仔日的经文12节到15节，其实保罗是咧讲伊的身份，要爱加拉太人来认同，特别是为着伊使徒的身份，因为过去是犹太人，但是伊以后伫外邦人的内面，伊要成做外邦人一样，伊认同因，所以要甲因结连做伙。所以保罗伫这段经文内面，伊咧回忆讲伊当初是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迄个所在时阵，是伊生命真破病的一个状况。加拉太人嘛知影讲保罗伊无要停伫遐，伊其实是要为另外一个所在去，只是因为破病，所以才留伫迄个所在。加拉太教会并无因为安尼，保罗心破病就气嫌伊，颠倒是接待伊，而且真用心咧照顾。所以保罗讲，因若愿意，连因的目睭拢会挖出来互伊。这是保罗甲因的关系遮尔啊密切。保罗嘛因为破病的关系，改变伊原本的计划，留伫加拉太传扬福音。所以咱对这段经文会当看到，加拉太人愿意用一段时间来照顾一个破病的人。所以保罗甲加拉太人，因伫这段时间内面，因是经历到一种心内真正的满足，因愿意不计代价来付出。所以伫因的生命中间，这个是一个真水的时间。所以因为因有经过这段时间的经历，加上保罗所传福音给加拉太人，所以因彼此拢有一个期待。其实伫咱即马，咱也拢有期待。父母对囝儿有期待，期待囝儿会当平安来大汉，期待伊伫学校的学习的成绩会当真好，期待伊后摆会当家己来生活，
期待有好的品质。夫妻中间嘛有期待，期待有同款的价值观，期待会当做伙来伫家厝内底做家务事，期待会当得到支持，会当了解彼此的想法。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嘛，拢有彼此的期待。伫工作上，咱对同事、对朋友，咱拢有无共款的期待。保罗伊特别伫14节讲，其实加拉太人因对保罗原本无遐侪期待，但是因为保罗破病，因无看起，颠倒接待伊，所以保罗对加拉太人，伊充满着一个感谢，嘛对因有一个期待，因为保罗将福音传予因，所以保罗受到这个真深的感动。加拉太人嘛得到福音的真理，受到祝福。也毋过过一段时间了后，加拉太人甲保罗迄阵咧传的福音所信的已经无共款啦。所以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伊无愿意看见遮已经认捌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徒，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接受到迄个无正确的信息，就离开救恩的道路。所以保罗就将真理搁一解来甲因讲，也毋过讲出来的话是因无欢喜听到的真理，是责备因的话。咧讲因弃杀了福音的恩典，因转去到过去受捆绑的生活。我想咱人每一个人。拢真爱听人讲好的话，人若甲咱讲好话，咱就会拢真欢喜。咱拢无欢喜听到受到责备的话，但是上帝的话，特别是咱伫行往犯罪道路的顶面时，也是讲咱陷入伫罪恶的中间的时，咱通常拢会拒绝，也是反对上帝的话。只有真正爱你的人，在伫你犯罪的时刻，讲出你无愿意听到的话。所以上帝非常爱咱每一个人，耶稣为咱钉伫十字架顶。所以圣经中的每一字、每一句，当咱咧犯罪的时阵，咱会当怎啊真插，敢若互责备共款。等到咱若是遵行圣经内面的话语的时阵，咱会着伫咱的生命内面得到成长，这个就是真正的疼，永远不变的疼。所以保罗经历过加拉太人的照顾，看见加拉太人伫信仰顶面的需要。这段日子，我相信加拉太信徒嘛咧不断咧追求真理，但是因接受了另外一种信息。所以对保罗的态度就开始转变，搁一届将真理甲因讲，颠倒引起因的反对，是因为这个中间保罗真清楚就知影，众人的心内迄个不满，是有一寡人假做真热心的信徒所引起的。因为这犹太人，因的心内是有另外的拍算，所以保罗搁一届将耶稣是基督过我的这个真理甲因讲的时阵，这个信徒就来对保罗有真歹的对待。保罗无因为安尼就丧志失志，因为保罗将加拉太教会看做家己的囝，所以用母亲生产的时阵的辛苦来形容伊伫加拉太教会做福音事工的迄个心情。每一届当有人接受福音的时阵，保罗讲，就亲像老母怀胎10个月了后，将囡仔生出来迄个时阵，是伊生命中上大的满足。那过去的过程中间受到真侪艰苦，伫迄个时刻，伊嘛感觉有价值啦。所以对这个所在，咱能看到保罗甲加拉太教会的关系，亲像母亲甲囡仔的关系，遐尼啊
亲密。所以当保罗听到加拉太信徒去相信假的真理，弃杀真正的真理的这个消息的时阵，伊的心内是真正艰苦的。伊毋望因会当真心悔改甲转变。所以伫这个所在，保罗咧甲讲的是，伫教会内面，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是咱每一位信徒之间，咱的关系是啥物？即马咱拢生活伫商业化、企业化的一个环境内面，咱有时不知不觉，咱会用这种角度来看待教会。来到教会有符合到迄个利益无无？来到教会有生产力啊无？有没有生产力？也是讲咱来到教会，亲像咧购买某一种服务商品，一旦完成，关系就煞去啊。其实伫教会历史2000年的历史内面，这种状况常常来出现。所以保罗要提醒的是，而且要关心咱的是，咱毋通亲像加拉太信徒同款。有时咱伫外在所表现出来，其实是咧破坏着教会内人甲人、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看见加拉太教会有即个问题，伊嘛是爱咱注意的。保罗派着即个重担，伊陪伴教会信徒。伫真理的教导顶面，伊不断地甲因讲，所以保罗对因的关心，毋单是伫信仰灵性顶面，嘛对因身体的软弱、心内的状况，虽然保罗无伫因的身躯边，却是一直咧关心伊。教会周报的第1页，对今年年初的小会报告内底，一直咧有一条消息。就是咱咧征求一位关怀干事，咱拢知文成长老伊要对关怀这个位置来退休。伫这段期间，有真侪人咧讲敢若无人会当接替文成长老的位，因为伊的工作敢若无人会当来做。但是我要伫遮甲正兄弟姊妹讲，关怀的工作是你我。每一个人拢爱做伙来做的，毋是单单一个人来做关怀的工作。虽然教会有牧养的小组，有区长、有小组长，但是关怀工作嘛，毋是因来做尔。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关怀甲陪伴，咱会当做一款的工作。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关心别人，咱嘛同款。会当接受人、别人对咱的关心，那呢？咱接受、咱付出，伫咱教会内面，就会当成做一个关怀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听的网络，这个网络会将咱牵做伙，咱就当彼此来关心，彼此来扶持。各位兄弟姊妹。保罗愿意为着加拉太教会信仰的缘故，将家己互上帝来使用，互因会当伫真理的内面无失去方向。那呢？咱的信仰的状况是安怎？你愿意吗？你要讲的是，你敢有看见肢体中间心灵的需要吗？我就毋望。咱会当透过彼此的关怀、互相的扶持，伫咱的生命中去分享、甲经历上帝迄个永远不变的疼。愿咱每一个人拢成做别人的帮衬，成做扶持别人，伫信仰道路顶面，有人会当陪伴因行这段路。咱做伙来祈祷，被上帝伫你的面前。阮阁一解，心灵阮的软弱，恳求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你的恩典教阮用，愿你互阮会当明白，
你早就咧陪伴阮、关心阮，透过圣经的教导，我嘛应该伫阮的生活中来关心、陪伴遐需要的人。愿主你互阮有智慧，来看到阮肢体中间的需要，人生的道路顶面，互人看到阮所做的，对阮心内所做的，就知影阮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阮同心开嘴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